我係4E班15號陸偉如，今日我要同大家講關於喺香港公共圖書館借翻嚟嘅一批書。從公共圖書館借翻嚟有好多嘅特別嘅書籍，喺呢啲書涵蓋唔同嘅主題，等你探索多啲新嘅知識。今日我要同大家其中第一本係香港鐵路100年，我有幾條問題想問你哋。第一條，51號柴油機車嘅名係咩？A. 葛量洪爵士號 B. 麥理浩爵士號 C. 衛奕信爵士號。第二條，高速鐵路香港段全長幾多公里？ A. 24公里 B. 26公里 C. 28公里。然後我想介紹另外一本書叫做素未謀面。唔係，第一條，呢個巴士嘅製造年份係幾多年？選擇題 A. 1960年 B. 1970年 C. 1980年。第二條，呢個塑膠巴士嘅真實版源於邊個國家製造？ A. 英國 B. 日本 C. 美國。我仲推介多幾本書俾你哋。第一本係玩具情尋，第二本係校服歲月，同埋其他嘅書等你嚟借。如果你想知道呢條嘅題目，你就自己借呢一本書睇啦。快啲嚟圖書館借書啦！多謝大家。